弟弟。
你做哪里？遇到张贼为兄，遇贼为弟，是你我的脸贴也背呀，对听也背。
兄，你我长定分手，别来可好？好，好啊！也没家具相比我谁？他两兄之风也还好。哦，两兄此类是如孤万事得到。与兄弟的一道事，一来与谁不大人催我，二来往你家吃杯酒杯。哎，是啊。那一来你那大满中，你来家女小玉妹，把你家年中你妹与兄子的地方就近两兄啊，你我举杯是哪一途？谁是相妹总一杯？与兄子郎，两兄，此中相类，必定归来。弟弟，宗子，你将小妹的终身。许配马家。
你
天
天
谢二位的精彩表演，同时呢，也再次用热情的掌声，有请今天为我们表演的各位艺术家们回到我们的舞台上和大家见面。谢谢他们。那么我们感谢他们，让我们享受在了这样吴侬细语的韵剧当中。同时呢，我们来自大厅的一位戏迷票友李小姐啊，也送给咱们的思雨。